国卫院和台北医学大学有一份上新的研究，发现讲咱台湾人身躯内底塑化剂浓度比别个国家高2倍至7倍。上个主要原因就是咱拢会摕塑胶粒啊，也是塑胶碗盘内底一寡烧的物件，安尼去影响健康。 真侪家庭主妇是爱用袂掉鼎的鼎来煮物件，方便佮好洗。但若是这种鼎有扣分，就千万莫佮使用。因为国外研究已经证实讲，只要这种鼎有破损，有可能放出有毒的物质，民众长期食落去腹肚，有可能会致癌，也是有袂生的风险，嘛会对囡仔的发育造成影响。那些刮伤的那些锅具呢？ 它可能里面会含有这些全氟烷基类的物质，我们担心的是一些长期暴露呢，可能导致一些儿童的发育上面的一些问题。 国卫院和北医大上新的研究指出，讲灶骹用品和餐具的不当使用，有可能会互环境的荷尔蒙提悬，影响到健康。另外，除了袂掉鼎的鼎以外，塑胶菜店若有扣分嘛莫使用，莫用面内面的餐具来装烧的物件。用米泡炉在加热的时阵，莫用包面皮砍掉，而且莫用塑胶袋啊来装烧的食物。因为研究显示，台湾民众体内塑化剂 DHP 的浓度是其他先进国家的2倍到7倍，这就是关键。从我们的脑部到我们的甲状腺，或者是女性的卵巢、男性的睾丸，其实都会受到影响。食安专家建议民众尽量使用会当一直用的玻璃保鲜盒仔，莫去使用一摆性的餐具，莫使用塑胶容器来装烧的食物，就会当减少内分泌的干扰物质，好食物件安心佮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